歡迎收睇廣東麻雀頻道，呢度係硬頸版麻雀。今日嚟個5鋪，呢期可以叫做連莊合集。呢場嘅素材實在太久遠啦，見到都覺得熱啊！依家一碰一叫，自己摸返嚟叫糊，5索仲有3、6筒。咁就轉機對碰，碰中搞掂，中4個，連住嘅第2鋪，益咗上家添。咁依家等入一張叫糊，好彩對家唔碰，如果唔係我糊都冇得叫啊！希望我冇揀錯咯。好啊，揀啱咗，2個2，再開2個，中14個。第3鋪開始下一個連莊。又到一碰一嘅環節，哇！隻都入張嘅，依家叫3到9筒，仲有9萬。轉拖1、4萬，1到6萬都可以食。對家點解放2個槓嘅？咁都可以碰走我嘅自摸，仲要扯個4筒過嚟俾我，救命啊！4筒打得好啊，中10個，連住嘅第4鋪，碰1個就可以叫糊。OK， 叫糊，叫個卡窿5筒。
紅中搞掂，中5個，繼續連住嘅最後一鋪。摸都摸個發財返嚟，但係下家冇得跟呢。演我是吧？依家真係乜柒都要啊！OK， 叫糊，叫2個卡窿7，仲有1死索。卡窿7索搞掂，中8個，點讚接好運啊！